真係做多1個幾月嚟馬爾代夫，肯定着唔到比基尼。繼續睇落去，我發覺咗一個唔辛苦又高回報嘅減肥方法。嗱，我唔係啲咩減肥專家，我都係一個成日覺得自己冇時間做運動同戒唔到口嘅普通人。想減肥，大家都唔好隨便做生酮飲食或者168斷食。我淨係試過1日已經差啲暈低，同埋從來大家都知我係唔分享美容院嘅減肥儀器噶，瞓喺度就瘦到喎，仲唔係智商稅？如果佢唔反彈嘅話，我就會推介俾大家。OK， 嚟啦！其實呢一間喺做頭2次嘅時候已經有好明顯嘅效果分別。我自己都會 join 呢個療程，係因為佢係成個 program 咁樣包咗唔同種類嘅機，有專貨減脂、排毒或者增肌，唔同肥胖問題就用唔同嘅機器，由專人同你分析，知道你有咩需要，再同你度身訂製成個瘦身計劃，完完全全為你而設，真係好完善。赤裸分享，我係屬於脂肪型再加水腫型，所以我會先做減脂機，深層溶解頑固脂肪，有埋 firming 效果，瘦咗都唔會鬆泡泡。用匙溫加快新陳代謝、淋巴循環、排走身體毒素同廢物，仲可以去埋水腫。我通常會2部機一齊做，雙管齊下，就係佢哋獨家研發嘅 Shape and Slim Program。雖然生活習慣冇巨大嘅變化，但係身形同體重的確變咗一個人。至少我諗依家我放鬆個圖都唔會再令大家眼都突埋啩。幫大家爭取咗依家新下首次優惠，只係需要780蚊。記得一定要用網上預約，俾咗100蚊訂金之後，仲額外送你 B5 水樣療程、Body 加 Facial 一齊做，總值高達19600。